印尼東部弗洛勒斯島上嘅勒沃托比拉奇火山於17日下午17點35分發生劇烈噴發，火山灰直衝天際，高度達16000公尺，噴出咗11公里高嘅火山灰雲。當局隨即將警戒級別拉升至最高級，警告恐引發熔岩流災情。印尼政府已在火山口設立7公里禁入區。印尼火山監測機構指出，橙紅色濃厚火山灰雲籠罩住當地嘅村落，今次係該火山繼5月後再度劇烈活動。政府當局提醒民眾遠離火山周邊區域，並密切關注天氣變化。目前對是否影響航班尚未明朗。3月嘅類似爆發則曾導致多家飛往巴厘島嘅航班停飛。